1985年2月7日，当时规模上大的信用合作社台北市第10信用合作社爆发弊案，被财政部下令停业3天。财政部宣布，由于实行违规经营、不当的放款，严重影响到社员权益。财政部在保护大众存款人的权益之下，断然采取了停业3天的处分。弊案现更后，马上引发10成存款户烧钱兑现封条，那是造成数千名存款户的业绩，嘛造成60多间企业面临破产。随后执行的实际负责人，伊嘛是当时的立法委员蔡新洲，嘛被台北地检署拘禁。这场青春之夜晚会在6点钟开始，建中体育馆里装设了雷射、干冰、闪灯，制造了不少气氛。1987年2月7日，建国中学首开先例举办一场高中生的公开舞会。由于这是学生在学校举办舞会的第一次，相信不久就会有其他学校跟进。